TVB 資深藝人李家鼎最近因為一段20年感情畫上句號，再次成為網民熱議焦點。據港媒報道，鼎爺同拍拖20年嘅女友 Viva 已經正式分手，而最受關注嘅莫過於傳聞中嘅75萬港元分手費。更加令人意外嘅係，Viva 原來係 TVB 演員馬冠東嘅親生媽媽。據了解，兩人喺2006年開始拍拖，呢20年內感情一直相當穩定。鼎爺亦曾經多次帶埋 Viva 出席公開活動，就連兒子李永浩都同佢關係唔錯，一家人感覺相當融洽。所以當分手消息傳出之後，唔少網民都感到相當驚訝。有消息人士透露，75萬對娛樂圈嚟講或者唔算天文數字，但對於年過60嘅李家鼎而言，已經算係一個有誠意同體面嘅安排。不過消息曝光之後，網上意見就出現兩極化。有人認為20年青春換嚟75萬，好似唔算好多，但亦有人覺得雙方始終未有正式結婚，分開之後願意提供一筆補償，已經算係有情有義。其實呢件事最令人感慨嘅地方，未必係75萬呢個數字，而係一段長達20年嘅感情，最終都敵不過現實。年輕時談戀愛，講嘅可能係浪漫同激情，但去到中年，感情往往夾雜住生活壓力、家庭責任、健康問題同經濟考慮，有時候失去嘅唔單止係一個愛人，而係一個陪伴自己幾十年，一齊面對人生風浪嘅夥伴。正如唔少網民所講，成年人嘅世界從來都唔係一句愛或者唔愛咁簡單。無論如何，都希望鼎爺同 Viva 未來各自安好。大家又點睇呢？如果一段20年感情最終分開，75萬分手費究竟算多定算少？歡迎喺留言區分享你嘅睇法。